7分钟，7分钟让我们一起灵修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跟上帝祷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期待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什么样的事情？当我们在祷告上帝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就是上帝会为我们在生命当中成就美好的事。我们上次提过了这个圣经中的一个人物，叫做亚伯兰，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亚伯拉罕。亚伯兰在他还在这个迦南地的时候，上帝应许给他这块土地，让他可以能够在那里生活跟生存。当然，我们也知道，在上次我们也提过了，亚伯兰的侄子叫做罗德，跟他分了地。跟他分了地之后，亚伯兰选择的这块土地是罗德所不要的。罗德要的是一块非常美好的土地，但是亚伯兰被迫选择了另外一块的土地。然而，上帝给亚伯兰这样的一个应许，就是让他站在山顶上，看着四面。他说：“你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来观看。”上帝说：“他凡眼中所看到的，他都要赐给亚伯拉罕，都要赐给亚伯兰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信心是我们虽然还没有看到真实的实现，但是我们有把握，上帝会这样工作。亚伯兰一生经历许多信心的功课，虽然他还没有真实的见到，包括他住在这个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仍然要在那里等候，他仍然要在那里等候上帝的应许来成就。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而失去信心，他仍然相信上帝的应许。上帝甚至告诉他说，以后他的孩子要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样的多，那样的无数。然而在那个时候的亚伯兰，就是亚伯拉罕，他那时候连一个孩子都还没有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亚伯拉罕会成为信心之父，也是因为虽然没有看见，但是他仍然坚定的相信。当然，有时候信心之父也会有脱垂的时候，包括亚伯兰，他也用他的方式或方法要去成就上帝的意思，包括他去娶了夏甲为妾，然后生了以实玛利。他以为上帝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成就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从亚伯兰的身上学到几个功课，就是我们应当相信上帝的应许必然成就，他所说的必然做成。然而，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去成就上帝的事，上帝会应许，并且他会用他的方式来成就他的事情。所以，包括在后来，上帝再一次的跟亚伯兰应许，甚至改了他的名字，叫做亚伯拉罕，意思就是信心之父的意思。从亚伯拉罕所生的孩子，从撒拉所生的孩子，才能够成为那个蒙应许的儿子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帮助我们，上帝的应许给我们极大的丰富。然后我们有没有信心去承接跟承受这样的应许呢？所以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透过信心抓住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。上帝祝福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愿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抓住你的应许，并且凭着信心能够抓取神你所要给我们的这样的丰富。我们相信你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，施恩看顾，让我们无论在各样的事上，都相信上帝必然掌权，也成就美好的事，要在我们的当中。谢谢主垂听我的祷告，愿荣耀归给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